莲心，现下已无旁人，你有话就直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本是好心，希望奴婢终身有靠，才将奴婢赐给王卿做妻房。谁知王卿连畜生都不如，每吃了那药，便对奴婢肆意打骂凌辱。王卿这样，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？这样的事，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？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。且王卿说过，只要奴婢敢对外吐露一个字，他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。皇上，王卿无耻，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。那今日又是为何？今日王卿不当值，他一回到午房就开始服药。奴婢在窗外见他这样，也吓得不敢回去。王卿大约是药性发作，又找不到奴婢，便发了狂跑出来。王卿可恶！皇上，您得给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晋忠刚才去王后宫房间搜查，搜查到一盒药丸，给齐太医看。这是额吉素丸。皇上，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，一直在奴才们面前吹嘘娶妻之事，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。皇上，请您一定要蒙住王卿的嘴，不许他醒过来以后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。臣妾在宫里再也不想见到王卿那个贱奴了。皇上，您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，出这份屈辱。李煜，叫人拿麻盒堵住王卿的嘴，打断他一条腿，把他赶出宫外，沦为乞丐。这，皇上，好了，朕已经处置王卿了，你就别再哭了。王卿这个贱奴，死了都不足为过。您才打断他一条腿，未免太便宜他了吧？贵妃，你今夜也受惊了，早点歇息吧。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此事王卿是重罪，莲心只是无辜受害，还请皇上看在莲心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，不要责怪莲心。先起来吧。朕呢，不会责罚莲心的。莲心，朕今日就取消你和王卿的婚配。若你想出宫去探望家人，朕也准了。奴婢离宫后，家中弟妹无所依靠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。你倒不怪皇后。皇后娘娘哪里知道王卿是这样的人，奴婢不怪皇后娘娘。也好，下去吧。皇上，奴婢还有一事。说。奴婢知道关于玫瑰人生子的流言，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，而是那日王卿了差事喝了黄汤，最后胡说出来的。只是奴婢从前深受王卿之苦，家人弟妹也被要挟，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，请皇上恕罪，娘娘恕罪。你说的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贤妃娘娘恕罪，贤妃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。是王卿？那为什么宫人说是在延禧宫附近传出来的？
延禧宫是王庆回五房的必经之路，他那日喝醉了，躺在延禧宫外的甬道边，满口胡说，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被旁人听见，就以为是延禧宫传出的流言。王庆酒醒后，知道自己胡言，便赖在了延禧宫，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。你说的话都是真的？奴婢不敢妄言，此事知道的人不多，皇上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告知奴婢。奴婢与延禧宫也素无往来，若不是王庆胡说让奴婢知道，还会有谁说与奴婢？玉，奴才在。王庆口中的麻盒，至死不能拿下，要他以后不许再胡言乱语。皇上，不是杖责打断一条腿吗？致死是让宫里面的太监全部结合到慎刑司，看着王庆行刑，看看还有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混乱后宫。这。你这傻子，明明不是你，还愿意把自己关在延禧宫里，朕很是心疼。皇上不用心疼，为了不让皇上在后宫左右为难，也因为皇上一直顾全着臣妾的周全，就算再多的流言，臣妾也愿意忍受。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，你我的亲色之情，后宫诸人谁都无法比拟，委屈你了。今夜繁星璀璨，甚是好看。这江南的山水，也就是朕最向往的地方。等到将来，朕带你去看柔兰湖绿，疏雨桃花。朕喜欢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你。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，去到哪儿都是人间圣境。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奴才！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？啊！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拦着？他是副主管，奴才也不敢呢。都是奴才的错，你打死奴才吧！他是副总管，你们就不管了吗？啊，不来了吗？本宫昨天在门口受了那般奇耻大辱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都看着本宫的笑话。你们这帮没有良心的人，你们以后让我怎么有颜面去见皇上啊？怎么有颜面去见皇上？一群无用的东西，都给本宫滚！滚啊！这，王倩那个狗奴才，必须得死！是，必须得死！必须得死！是，必须得死！皇上赏王公公贴加冠，嘴里的麻盒至死不让拿下来。昨晚已经死了，死了就好，死了他就不会攀扯咱们了。是。你说王庆不会说了什么吧？他的家人在宫外，有高大人在，他怕连累他家里人，不会说什么的。是啊，那就不关咱们的事了。本宫就是不服气贤妃。凭什么大哥能交给他养，不能交给本宫养？是本宫先要养大哥的，皇上就是偏袒他，就是皇上偏心他才交给他抚养的，所以才逼得本宫必须自己想法子，把贤妃拉下来要回大哥，结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本宫怎么就没有个孩子？本宫要是有个孩子，哪日若是本宫失了皇上的欢心，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会不理本宫的。
贵妃真是无事生非，非要跑到延禧宫前头去，才会被王钦撞上。也难怪皇上会生气，疏远贵妃。一抬头就见到自己的爱妾被一个阉人欺辱，一鬓散乱，能不气恼吗？可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皇上恼贵妃的未必只有这一桩呢。这玫瑰人生子的流言，多半是贵妃那传出去的。王钦向来笼络贵妃，难保不说与他知。这贵妃诬陷贤妃，也是意在大阿哥。其实有皇后娘娘照拂，非要争长子做什么？可见贵妃有二心。就是这王钦可恶之极，白白害惨了莲心。本宫想想，真是对不住他。这莲心是可怜，可莲心没能笼络住王钦，咱们也是白白丢了一颗棋子。如今在皇上跟前的是李煜，咱们要再想探知皇上的心意，可就更难了。是本宫误了莲心，不过暂时也不能放他出宫，免得将我们拿他笼络王钦、探知皇上的心意的事情说出去。皇上最恨别人刺探圣意了。奴婢原想，就算莲心要出宫，有他弟妹在手，也不怕他胡说。罢了，他愿意留下也好，别做这些伤阴质的事了。那就让他在殿外伺候吧，免得娘娘看见他又是心酸。主，皇上很久没去咸福宫了。惠贵妃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贵妃呀，那是自己耐不住，非要总是经过咱们宫门前看笑话。原本奴婢还想着是皇后娘娘赐婚对时的，这样的事儿应该落在皇后身上，叫她深受惊吓，那才痛快呢。皇后重规矩，断然不会把玫瑰人孩子的事往外说，唯有可能的就是王钦。可是王钦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做，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了。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？起初我也想不明白，直到贵妃想要带走永璜，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的想诬陷我，自然想要得了好处。既让我因玫瑰人之子受到责罚，又惹皇上皇后厌恶，又可以把永璜带走，这两重好处像极了贵妃的心思。她又在延禧宫门口幸灾乐祸，我便猜到是她。最后也果真没让主猜错。还是李煜和莲钦得利。李煜从慎刑司找到了马脚，还和王钦换了当值的时间。直到莲心从王钦嘴里套出了实话，也算是坐实了贵妃。这贵妃也是心黑，这般诬陷主，主倒没有告发她。贵妃有这样的家世，哪里轻易撼得动她呢？而且告发贵妃，就是继续戳皇上不想提的伤心事。总之，现在既教训了贵妃，惩治了王钦，又救了莲心，还许了您的冤屈，一箭四雕。是，既解了我的困局，又解了莲心的苦痛，更绝了宫中的对时之事。主儿，您真的从来都没担心过吗？您自愿禁足，可当时并不知道李煜与莲心究竟能不能做成此事。万一贵妃再进谗言，冤定了流言因您而起，那时候皇上想保全您也难呢。自然会担心啊，所以我就赌一把，赌我猜中的人必会留下疏漏。我此刻留在延禧宫，他们以为我被困住了，便会得以松懈，这样我们就更能成事。主聪慧。可是主儿，那莲心不会把这事儿说出去吧？莲心这次出力不少，况且我们只是用了法子翻出了实情，并没有冤枉谁啊。莲心一心想离了王钦，如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是。
主儿，主儿，主儿，给皇上请安。哎呦，主儿，哎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是奴才，是奴才。皇上呢？皇上，你跟皇上说我身子不好了吗？奴才跟皇上说了，皇上说让齐太医来给您医治，让您好生养息。皇上还说他得了空自然来看您。王亲羞辱了本宫，本宫还委屈呢。皇上都这么些日子不见本宫了，皇上以前从来就没这样对过我。你说皇上是不是怨我了？不会的，皇上若怨您，又怎会让齐太医来为您调理身子？皇上一定疼您的。这次的事儿，皇上虽然也怪皇后，让莲心与王钦配婚才惹出了风波，可是皇后有儿女在，夫妻总能期末。不像我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皇上说冷着我就冷着我。您虽然没孩子，但您有家室啊。皇上重用高大人，就不会不在意您的。阿玛，我要给阿玛写信，让她向皇上进言求情。是，贵妃真的让高冰替她求情？是，高大人这么做，可见也不聪明。不过这次倒是娴妃赢得很漂亮。娴妃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太后，齐汝有一事请太后议旨。什么？贵妃说，素日里所用的药物并不起效，嘱咐齐太医换药方。他换不换药都那样，齐汝之前怎样，现在依旧怎样，不必为他大费周章。奴婢明白。宜贵人有喜，这枚麒麟送子金锁是哀家赏你的。谢太后厚爱，臣妾一定不会辜负太后的期望。诗经有云：“灵之子，真正公子。”麒麟是送子的吉寿，真正是好意头。娴妃说的很是。宜贵人，哀家希望你能够顺利诞下皇子。是太后。皇额娘的礼实在是心意独到。皇后一向不喜奢华，哀家赐给宜贵人的这对麒麟金锁，皇后不会嫌哀家老糊涂了吧？皇额娘一片心意，儿臣怎敢这样想呢？何况宜贵人玉玺，皇额娘爱护宜贵人，等同是爱护儿臣。宫中祥和平安才是中宫有德。前几日为了许婚那件事惹了不少风波，皇帝身边的王钦都被赐了死。皇额娘责备的是，儿臣本是好意，不想却生出宫闱祸事，儿臣真是无地自容。皇后是好心，可切要记住，凡事都不能伤了天和。哀家多次叮嘱你，中宫以养育皇嗣为要，你舍本逐末，不该如此。儿臣知错。启禀太后，皇后娘娘正忙着皇嗣之事呢。皇后娘娘命太医院多多熬制坐胎之药，每日送往各宫之中。臣妾们领受恩惠，很是感激皇后娘娘的慈心呢。起来吧，都坐吧。谢皇额娘。谢太后。那也罢。皇帝呀，前几日哀家命人夜观天象，祈求祥瑞。青天剑有没有和皇帝说结果怎样？青天剑说天象祥和，
尤其是北天女秀星尾带小星，连续数月格外明亮。就是说啊，后宫的女子会有大贵之态，儿子的心里啊甚是欣慰。女秀星形如蝙蝠，寓意福兆多吉。看来宜贵人这一胎是大福之象，如此宫中更不能有白事相撞啊。儿子明白皇额娘的话，会让梅贵人安心休养。儿臣向皇额娘和皇上求个恩典，宜贵人侍奉皇上多年，她的位分也应该升一升了。宜贵人生产完，无论是男女，朕都会尽她品位。皇后娘娘，这宜贵人有孕，臣妾瞧着她住的景阳宫也许久没有粉刷了，这昏昏沉沉的也不适于养胎。若是能修饰一番，这宜贵人住着也舒心呢。甚好，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细心修复景阳宫，让宜贵人好好安胎。如此便好。谢太后，谢皇后娘娘，谢嘉贵人关心。贤妃可以协理六宫，也可以一同照顾宜贵人。皇上，你教养永皇很好，可见你很会照顾人。皇上，贤妃之上还有贵妃，若撇去贵妃，让贤妃协理六宫，怕是贵妃心里会不好受。而且，贤妃年纪还轻。皇后，这持事之稳重，无关于年纪长幼。贵妃身子虚弱，今日不也是没能来吗？等她身子好些再说吧。贤妃虽然可以为你分担，但她对后宫之事还不够娴熟，你多指点她便是。是。那贤妃，既然皇帝看重你，你就多学着点吧。臣妾遵命。皇上，皇上，莲心之事确实是臣妾失察，臣妾知错。皇后啊，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知道你并无坏心，可有些事情无需多此一举，惹得皇娘挑剔，也让六宫不宁。臣妾明白了。你也无需过分自责，谨记教训便好。是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娘娘，皇上给了贤妃协理六宫之权，这回真的生了本宫的气。皇后娘娘别过分焦心，王钦那事儿也是才出，事情过了就好了。还有，皇额娘当众不给本宫颜面，是本宫自己不好。太后的心思也是难测，让您受委屈了。给皇上请安。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？皇后娘娘给了臣妾几本历年的账本，让臣妾学着看看。这账本繁琐，看得很累吧？还好，也都快看完了。不得不称赞一句皇后娘娘高明。怎么说啊？先帝晚年的嫔妃数目和皇上刚登基的嫔妃数目相差无几，皇上登基后，后宫的开支就少了一半，一笔一笔账目啊非常清楚，可见皇后娘娘的节俭之道。哼，你这么快就看完了？这原本应该是内务府的差事，你居然看得懂？臣妾哪能看得完啊？臣妾只是挑了皇上登基前2年和先帝去世之前这2年，便得出结论，这样既可比较，又可知皇后娘娘治宫有效。哼，你倒是精明，可见朕要你协理六宫，真是找对人了。
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子曰：“众人以上，问人也。”永莲，永莲，你若困了，便去洗把脸，醒醒神。皇额娘，儿臣每日早起真的很累，儿臣想睡一会儿。皇子们读书都是这般辛苦的，你是嫡子，更不能落于后人。额娘也知道你很辛苦，所以才陪着你一起啊。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？皇额娘，你何时变得这般娇气？如此不听话，那就到门口好好清醒清醒去。娘娘，虽然春日里了，可外头风还冷呢。非得如此，才能让他醒了这般瞌睡。协芳殿照顾皇子，不是也不许过饱过暖吗？站在这里。娘娘。你知错了吗？儿臣知错了。是不是着凉了？凉，手好凉啊！好孩子，皇额娘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是嫡子，你若是不争气，皇额娘还能指望谁呀？好了，快跟额娘进去吧。主儿，您看这蛇，哎，让奴才训得可听话了。您看啊，来给主吐个舌头。哎，来，给主吐个舌头来。这还没到惊蛰，这蛇有点泛滥。哎，主，我跟您说，就这蛇到了夏天，哎，往脖子上这么一披，哎呦，浑身这个透心凉，特别的凉快。惊蛰还没到，你小心点你的蛇，别放出去伤了人。放心吧，主，这蛇奴才养的是无毒的，伤不了人。主儿，这是刚熬好的银耳羹，您尝尝，润肺暖胃。主儿，琵琶新换的琴弦，您试试音色。咱们好久没听主弹琵琶了哈，真是荣幸。主这一手琵琶弹的哈，哎，不仅我奴才爱听，就连这两个孔雀都爱听。说不准这孔雀一开心，给主开个屏呢。皇上，皇上，娘娘。皇上今晚在延禧宫。娘娘，奴婢给您倒杯水吧。素莲，哎。你瞧着，皇上对本宫好不好？自然是好。您是中宫，又有儿女。
难道皇上对本宫好，就是为了这些？自然不是了。皇上以前曾经唤过本宫的闺名郎画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皇上对本宫只以皇后相称。本宫已经许久没有听过皇上唤本宫的闺名了。娘娘，夜深不宜多思，恐伤凤体。午夜梦回，发现夫君不在身边，怎能不伤感？娘娘，您贵居凤位，不必如其他嫔妃一般伤感这些啊。在凤位之上，便得日访夜访，顾着这个位子不被别人夺去。因为如果被人从这个凤位扯下来，不只是自己的前程不保，还连累儿女族人。本宫又有何颜面去见富察氏全族？皇后娘娘苦心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协芳殿嬷嬷来报，二哥染上风寒，浑身滚烫，请娘娘快去瞧瞧。永莲。什么？永莲从来没有犯过校正啊！恕臣直言了，校正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弱症，有些人体质强健，许是一辈子也不会发作；有些人天生体弱多病，从婴孩时就熬不住，那也是有的。二哥是疲劳不安、悬心紧张，又兼风寒侵体，才勾出藏于体内的弱症。那能治好吗？齐太医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治好永莲。若是好好养着，可保一生康健；若是不小心仔细，那会如何？二哥有神明护佑，必会无恙的。你是医者，也要依赖神明。可怜了永莲。娘娘别伤心，您得打起精神照顾二哥。齐太医，二哥的安康就托赖您了。臣自当尽心竭力保二哥康健。娘娘，那臣这就去先开药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永莲长这么大，却得了这个不治的症候。锁莲，这可让本宫怎么办才好啊？娘娘别急，宫里有的是太医，实在不济，我们还能告诉老夫人，让她去宫外寻那些神医妙方。二哥一定会没事的。本宫知道这校正的厉害，本宫的堂兄就得过校正，一时不能骑马射箭，需得小心养护。这寻常人还好些，可永莲的是嫡子，是皇上的寄望，不能息怒，这以后还有什么指望？二哥聪慧，习文也是一样的，能文不能武，如何做一个皇子？如何能辅佐皇上？可怜这孩子，一时要病动缠身，落于人后。这本宫想一想，就觉得后怕。
全朝事忙，有空的话替朕多看看宜贵人。梅贵人出事，朕不希望宜贵人有什么不妥。皇上放心。起驾！主失宠的时候也刺绣，如今得宠了，忙着陪伴皇上还不够呢，又绣上。失宠的时候啊，得学会平心静气；得宠的时候啊，更要提点自己，不能心浮气躁。就像绣花，一个眼错，全盘皆毁；一枚针鞋，扎到的就是自己。所以动心忍性，一步都不能错。主说的有理。您喝口蜂蜜茶吧，清热润燥的。好，你安静了，做事也妥帖。小厨房有去岁留下的槐花蜜，最是清热凉血。你拿一瓮随我去宜贵人那儿送给他。啊，那槐花最娇气，成100棵树上摘下的花也经不起那几蒸，最后只得了2小瓮槐花露，再用野蜂巢里的蜂蜜炼了，统共就那么点子，主还要拿去做人情。宜贵人这一胎要是能安安顺顺的，皇上也能解了梅贵人生子的心结。说来，宜贵人和梅贵人都是下人出身，伺候了皇上便翻了身，宜玉玺更是圣眷隆重。你羡慕啦？哪里啊，奴婢只是顺嘴一说罢了。主儿，刚熬好的坐胎药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难喝得很。三宝，你干嘛呢？主有所不知，今儿是惊蛰，蛇虫鼠蚁都出来了呢。撒些石灰粉，它们便不敢乱窜了。哦。哎，快！放慢点放，慢点放，慢点放。哎呦，轻着点儿啊！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。颜色倒是真喜气。可不是，皇后娘娘嘱咐了，说这颜色啊要喜庆才吉祥。贤妃娘娘您瞧，这梁柱都妙彩附近，鲜丽得很呐。倒真是费了心思的。宜贵人在里边吧？哦，我们主身子骨疲倦，此刻正在暖阁歇着呢。贤妃娘娘请。是宜贵人的声音。快进去瞧瞧！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救蛇！这蛇有毒的呀，有毒的呀！有雄黄粉吗？哎，有，这是宫里常备着的。快去拿！你别着急啊，去拿雄黄粉了。